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6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台大病院中国医药附设病院前后爆发西药剂接唔到讲的事件以后，省大病院日前也出问题，因为清洁人员无细力将消毒用的漂白水装入去西药剂的空管仔，造成护理人员揢唔到。好在在当时侦测系统有发出警告，漂白水才无进入病患的身体。因为媒体爆料，省大病院洗讯息伫今年5月中旬发生护理师帮患者洗讯时，差一点将漂白水注入去人体当中。好在机器发出警讯，才无酿成大祸。针对病院的疏忽，省大病院嘛伫昨暗紧急对外说明，并坦承是因为清洁人员为了方便，伊将漂白水装伫吐司椅的空间内底。首先，本院对于整体事件的发生那感到深深的遗憾，那也对于造成社会不安感到抱歉。那本起事件呢，在病安事件的分类里面是属于 near miss， 就是所谓的激进失误，对于病人并没有造成损害。那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今年的5月24号，那透析室的清洁人员那没有按照标准作业流程，将这个透析液的空瓶那置入漂白水，那透析人员不查，那将这个装有漂白水的这个透析瓶接上透析机，那所幸这个透析机呢有保护机转防呆的机制那马上侦测到这液体的浓度以及渗透压那异常，因此呢就马上 shut down。那透析护理人员也马上查知这样的异常，赶紧做这个紧急的处理。所以呢，漂白水没有进到病人的体内。虽然省大病院第一时间有向患者来说明，而且事后嘛有抽血检验，确定漂白水并无进入体内。不过，伫最近一连串的医学中心、洗肾中心、小诊所发生问题，上午市府卫生局嘛派人调查。虽然确认是清洁人员无细意揢吐司椅的空间底漂白水，不过责任的归属也是要等待厘清，才会决定是毋是提出惩罚。至于药水的空间省大病院嘛检讨相关的标准流程，未来将集中处理，并禁止人员再次使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长陈水扁黄伟哲提出优化第20线特色旅游的政策，希望用第20线串联新化大北港文化园区、三上水道园区、指定史前博物馆、甲玉井山影真几个特色的地点，有效带动大台南的观光发展。来台南佚佗的观光客愈来愈多，但拢伫咧市区，为着要让大台南的观光产业会当更加平衡发展。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提出优化台20线的特色旅游政策，希望会当吸引更多人来到台南的山区，体验无同款的特色观光旅游。我们知道，其实大概1两个月前，这个安平观光巴士能够开始开动启动，我们看到了这个观光的契机。过去的很多的观光路线也都是在过去的府城来做，事实上已经一定程度的成熟。但是山区的观光，尤其这个观光路线过去有浪漫台3线，但是我们希望说，今天借着今天的记者会，能宣示我们在山区有在台20线的这个观光政策。那很重要的，第一个观光政策要有人，第二个观光政策要有路，第三观光政策要有工具。人，我们现在已经有蛮多的观光客，就以新化来讲，陆陆续续，不管是老街景点，或者是许许多多的景点，都还有宗教文化的景点，都陆陆续续都有。可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观光客来吸引。那吸引更多观光客，第一个就是背包客，第二个就是团客。团客他们自己有游览车，背包客他们缺乏交通工具。那我们觉得，其实，在交通工具方面，除了观光巴士的开辟，还有更多的，包括 T-bike， 包括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引进，我们都是可以做。
优化的第20线观光路线将会结合地摊甲在地景点，成为一个新的观光区域。黄伟霆也希望用更加多元化的角度来去发展大台南的观光，达到平衡发展的目标。台南新闻网志豪采访报道。房屋税已经成为后届台南市长选战关注的议题。无党籍市长参选人柯忠信表示，依照90年订定的房屋税条例明文规定，3档爱调整一改，但是为何台南市10外档拢无调，却伫前市长赖清德第2任的时阵才调起，显示市府行政缺失。伊也表示，伫当选市长之后，将会依法冻起房屋税。无党籍市长参选人柯忠信6号召开记者会，针对台南市房屋税起价议题提出质疑。伊表示，依照房屋税条例内底明文规定，3档爱调价，但为何台南市过去10外档以来拢毋捌调过？确实咧，前市长赖清德要下令进前起价，互人无法度接受。台南市政府过去离赖清德市长第1任的市长在任的期间呢，拢无去调整。这个做法呢是违反着咱民国90年所修正的房屋税条例第11条第1项呢。咱房屋税条例在11条第1项伊规定呢，咱这个房屋税呢爱3年调整一改。第2任的时阵呢，一改单调到非常悬，安尼平均将来这3年后手过2年要调整67%。这我认为呢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讲啊，阮感觉这伫政治上，这我无接受啦。柯忠信嘛表示，未来若是当选市长，伊也会将依法冻涨房屋税。我主张呢伫我当选台南市长了，如果有机会会当替国民服务呢我冻涨房屋税，冻涨房屋税。啊，有咱即个竞选的朋友呢因讲要退税啊，这件代志啊就是已经收的要退税。这点我爱来甲各位报告，这要退税的问题，伊会增加足侪行政的这个成本，所以讲咱唔免搁安尼去退税，因为税咱逐年拢爱纳的，所以讲咱该然安尼评估了呢咱冻涨了，将来以这个税的部分啊，以这个税率啊，这个房屋咧评价时，伊的现时的价值的时阵啊，咱来考虑到过去安尼调整无公平所在，遐甲伊减起来。另外，柯忠信嘛指出，房屋税扩增不只是增加国家的税收，嘛会互人民享受因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周边效应，比如是房屋价值提悬，但税金是定伫咧会当负担的范围内。这一台南市政府的做法是增加人民的负担。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中华西路一段是连接工业区甲南区的重要道路，因为车流量大，加上出入的大部分拢是重车，只要落过大雨，就定定造成道路边啊一空一空，而且佫容易积水。议员林美燕就邀集市府工务局会勘，希望赶紧改善。议员林美燕表示，最近因为不时的大雨，加上中华西路车辆频繁，大车一地，路面积水就容易侵蚀着路基，出现坎坎坷坷。议员统计，半年来就发生10外件的事故。对此，议员要求市府工务局爱尽速改善。这个所在半当13件的车祸，半年13件的车祸啦。道路的一小洞是路人的一大痛啊！尤其是骑汽车族的这代人这代路人因骑起来愈较疼啦。因为每一盖活动下的没有下雨就坑坑洞洞的危险性，但一碰到下雨的时候，伊爱跟人是这代水滑着，说有的爱闪嘛，爱闪去甲汽车道就跟人摩托车跟汽车要争道，所以这有半年13件的一款的桥，是不是我们要重视这个地点？经过议员甲工务局永和区的详细会勘，虽然切沟是通的，不过路边的积水煞一窟一窟。对此，工务局也表示，将改善整个路面的高程，让水会用顺利流入去切沟。AC 跟侧沟接面这个部分它有一些高低落差的部分那我们会来用一个把高层重新调整，让整个泄水坡度比较顺利一点，积水的部分应该就可以做一个解决了那刚刚议员有反映说有一些这个泥浆的部分这个我们会再跟环保局那边来跟业者做协调，请他把这个部分做一个改善，那让这个地方
不会积水这样子。除了路边的积水，另外一寡工厂出入口因为大车出入，除了要求工务局改善路面以外，同时嘛爱厂商强化出入口的安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立图书馆正式启动24点钟的自助客册站，民众会当透过客册站随时领取家己所预约的册，无时间的限制，对民众来讲真正是非常的方便。目前市立图书馆每一档预约借册数量大约有10多万本，所以为着要疏解借册人潮，市立图书馆开始设置自助式的借册甲行册设备。互民众会当轻松的自行操作，但是由原爱受限制，伫咧图书馆有开放的时间来操作，所以市立图书馆就引进智慧型24点钟的自助取书站，互民众伫咧24点钟随时拢会当来下册，相当的利便。这几年来，我们推动了很多的这种鼓励阅读的一个活动，那也做了很多的所谓的设施的改善，包括我们的通阅服务。从102年我们的通阅服务，那150万册的通阅服务，到现在已经达到270万册，所以增加的服务册数可以说非常的多。那么我们馆方也一直在思考说，那每年预约书的像现在已经每年达到快100万册的预约书，所以预约书的话会造成我们馆方人力非常大的负担。但是我们的市民却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如果透过所谓的科技的方式来提高这样子的服务效能，所以就有这样子的24小时可以所谓的取书预约书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一台自助取书的机器，大概是可以容纳440册，那民众可以24小时随时来到这个地方来取你的预约的这些书籍。所以日后你不用再赶着下班的时间，或是赶着图书馆要关门的时间来做取书，那你可以慢慢来，那可以在我们的取书机上来取阅你的书。这个取书站同时嘛有电视的功能，互来往的民众会当透过电视的橱窗，快速知影即马上届热门的册籍资讯。同时，对即日起到7月底，也将要试验运到现场操作。并且翕相拍卡的民众，都会有一份小礼物，也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位伫成功路的大饭店，为了开创全新的经营，伫第2代接手以后，将饭店全面换新改革。同时，伫餐点顶面也特别研发出新的菜色，互老品牌饭店也当用新的风貌再现风华。伫具有历史气氛的西餐厅内，会当看到满满的人客，显示这间老牌的西餐厅一直以来深受消费者喜爱。这间位伫成功路上的饭店业者，顺应时代变迁，伫第2代接手了后，将饭店规个翻新，希望会当吸引网络世代课程，同时阁研发3道全新的菜色，满足偌济经济的嘴。圆顶西餐厅呢，位在天下大饭店的8楼。那它应该是台南市最具历史性的一间西式餐馆。那一直以来呢，深受大家的喜爱。
所以在这个时期呢，我们的主厨也特别设计了3道新的料理，要来给我们的饕客们呢有更惊艳的一个口感的感觉。那这3道料理呢，有樱桃鸭的料理，有炙烧鲑鱼的料理，还有就是松露菌菇香鸡。那这3道料理都是非常的法式风味。那在口感的层次，或者是精致度，还有健康上面的考量，都会有很好的体现。那希望我们的消费者呢，也会继续的喜欢我们所料理出来的美味。为了让消费者伫餐后会当吃到高品质的甜点，饭店业者阁吸收知名法式烘焙坊的识别甲人员，让用餐的人客会当免费享受到顶级的点心。饭店秉持过去的用心，进一步呈现多元创新的料理，就是希望会当提供给大家上好的消费体验。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看好菲律宾近年来经济成长快速。大象苏国峰选伫的苏比克湾，也就是1996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举办地点边仔，打造一场5栋建筑，总共167户，各有各级饭店，未来将会成为苏比克湾的地标。但其是美军基地苏比克湾位伫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北部136公里。而来转型做经济特区，是台湾伫1990年代南向政策时的重点开发区域。全盛时期，台商高达300多间，其中 MSK 房地产伫2003年创立，对工业的厂房、仓库、办公大楼兴建，慢慢累积到现在规模。最近嘛看好菲律宾经济成长，所以投资去大楼甲饭店，引进饭店式的管理，要家己大还是投资拢真适合。这个案子就是在1996年开高峰会的时候，他们开会议的地方。那现在是它这个 view 是特别选的 A 栋是自住型，就是说你来这边之后，你就是自己用。那 B、C 栋它是我们有饭店式的管理，是投资型的。对，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饭店，我们有无敌的海景，所以在这边我们是可以保证，就是说年收还有8-9%的回收率这样。一区它是算商业区，以后就是所有这边住宿的人，或者是这些从外来这边享受这些海上的活动的人，前面就是有一些咖啡厅、餐厅，还有一些就是自助型的一些 KTV、一些娱乐区。强调每一间房间拢会当看到外面的海景，装潢嘛请到知名设计师来规划，吸真侪人前往看厝。它是在我们的 A 栋跟 B 栋是在边间，所以它不只可以看到海景，那也可以看到另外一面的山景。它是2个房间，然后一个客厅跟一个厨房这样子。然后它的阳台的话，其实还有一个泡水池，就说您可以在这边一边喝红酒，一边享受这边的一个自然的风光。这个投资开发案第一期将伫2020年来完成，到时住伫厝内开窗仔，地当欣赏海景，落去楼骹就有海水通耍，规排商业区应有尽有，唔惊摇巴肚。而且不只有商店、餐厅，阁有图书馆、游泳池甲儿童佚佗空间，完善的生活机能伫园区内地当享受休闲度假的气氛。台湾新闻综合采访报道。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和台湾人的印象是工业开发区。不过，大象苏国峰要来反转这个想法，伊不只投资去高级主体甲饭店，因的集团佮规划7条路线，有游艇出海看风景、打靶，佮有坐爬山虎亲日手拿体验，拢是伫台湾真罕地看到，透过镜头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体验。爬上水上奥多摆，换上高级游艇，这是台商苏国峰公司集团所规划旅游路线。伫游艇内面设备各项都有，沿途可以当欣赏苏比克湾的风景。大概开了1点钟，来到一座无人的岛屿，除了水上奥多摆甲金蕉船会当佚佗，若是要耍水，直接跳入海，水真清气，拢无污染。而耍了水上活动，搁来耍路面上的，而且对美国进口3台3轮的跑车，造型相当特殊。这个跑车带大家来看路边的树顶，
这是全世界上大型食菜水果夜河，你是拢吊伫树顶，暗时才会出去讨食。过来就是要带观众朋友去体验上界刺激的爬山虎树林体验，有60度、90度的坡度，嘛有这款的爬山虎才会当开起哩。这款的体验伫台湾相当罕见。刺激的所在是看某小朋友家己来较安全，嘿啊。哦，嘿是。哦，要多遐坡度，它60度以上哦。差不多60几度。60几度啊！你这车伊的特殊性伫对当，我都安尼，这爬坡，人爬遐，伊这就是爬山虎，啊，所以伊的抓地力真好。嘿啊，所以安全性无问题。前几天山顶拢落雨，涂骹全部拢是烂土，更加歹驾驶。苏国峰董事长亲自驾驶，带着记者来体验。电脑内面有大粒石头甲大丛树仔，一不小心就将车弄坏。爬过复杂的山路，来到当地原住民爱喜住的部落，来向苏国峰定期地带游客来遮分红包。看到游客一来，规个庄头人拢出现排队的盛况，而这嘛是照顾因另外一种的办法。伊离开部落来到凉亭，这是苏国峰伫当地所起的。清溪溪水、优美的风景，真侪人拢会揸着物件来遮食。部落的酋长3不5时嘛会揸着环岛、站手机，表演伫风高野外是安怎起火。最后来到平台顶，对遮会当看到整个苏比克湾的景色，非常的水。台湾新闻综合采访报道。新闻之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侪云，有时乌阴底降阵雨的天气，温度26度到31度，落雨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7月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